第6届三立会规杯伫咧20号上午来展开，并邀请到石门国小的歌队为大家带来精彩表演。同时嘛邀请内政部次长陈宗彦来到现场担任这届赛会的开球嘉宾。年的这个三立杯举办吼非常的这个辛苦吼。其实本来今年是要提早，这个不幸来发生疫情啦吼。但是感谢咱三立货柜黄党的因吼同款继续支持咱这个三立杯来举办吼。所以协会跟三立货柜呢，我们就依然每一年我们继续啦吼。我要感谢我们钟彦次长带领我们走过6届的三立货柜杯。那我们今天很幸运能够在这边打球，也是我们台湾的疫情得到了有所控制。那我们陈宗彦次长也是我们疫情指挥中心的副指挥官，我们大家是不是先以最热烈的掌声来谢谢他？谢谢。还有我们现场与会的每一位长官贵宾，我们也是用最热情的掌声来谢谢他们的莅临指导，加油鼓励，谢谢你们。镜头来到银马的选手之夜，活动一开始由各队的奖旗手和主持人来一一介绍立场，现场嘛和贵宾来一一上台为大家勉励并致敬贺电。现场更有精彩烟火秀和选手来欣赏，并邀请到真侪表演的团体来台上为大家带来精彩演出。主要是要来比赛的，对不对？对，要拿冠军的，对不对？事实上，台南市的慢速垒球的风气在各界，包括陈次长包括怡景包括很多的好朋友，包括郡县立委大家一起的努力让台南市的慢速垒球的风气跟实力都是与日俱增。在全民运动会里面我们已经拿了几次，拿了8次冠军，那已经是到今年是2连霸。安尼的比赛，声明各位各界安尼热情的赞助支持，靠这个选手之夜每一年这样的盛况。选手之夜是咱三立货柜杯一个特殊嘛是咱的特色，所以这个选手之夜，除咱的选手来自咱各县市，因为咱过去咱有别个国家，咱是国际邀请赛。因今年疫情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从别的国家队伍来到台湾。总是咱有真侪关系的朋友拢来遮参与咱这个比赛。因2届的慢速垒球比赛，希望所有的选手拢会当顺利平安，和各队拢会当摕出上好的表现来争取好成绩。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